来看2024年的总统大选，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公益支持合宪法的9日共识，反对一国两制。外界认为伊安尼讲是要食拿赢基本票。安那鸿海创办人郭台铭，大家拢关心讲伊敢会独立出来家己选总统。郭台铭今仔日是去到屏东和议长周典伦共台，伊嘛有讲到中国禁止台湾水产的问题。也希望大家可以把今天所有的感动。在台顶小亮第一。前总统马英九初二参加造势大会，甲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相挺。侯友宜表示，两方交流会伫马英九目前的经验继续向前行。两方律师定调准马。初三暗时接受中共董事长赵少康节目的专访，头一摆针对9日共识做表态。我接受合乎中华民国宪法的9·2共识，我反对一国两制的9·2共识。我也坚决反对蔡英文污名化的9·2共识。侯友宜表示，针对两方的关系，为清头起伊的论调就真清楚，支持符合中华民国宪法的9·2共识，反对一国两制的9·2共识。嘛强调讲，伊的路线唔捌改变过。我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的9·2共识，它的内涵就是两岸互不承认主权。互不否认自权。9·2共识议题表态，去外界解读是要稳定南亚基本盘。不过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最近一直有动作，除了落南甲南亚徛台，初时早起嘛去屏东，甲议长周典伦参加石板养殖专业区，讲到中国禁止进口台湾的海产，伊要协助渔民建立对话管道。郭台铭今次的独立参选，受到大家关注。2024总统大选就要到啊。面对分裂安怎整合是南亚真大课题。侯友宜强调讲，伊有几啊届试要甲郭台铭联络，了后嘛尽上大诚意，互郭台铭感受会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